镜头来高雄来关心高雄城中城火烧厝了后，市府伫迄年就赶紧调查高雄的一寡危险老建筑，中都戏院是其中之一，所以有强制拆除。因为这戏院的一楼是市场有真侪大头在做生意，因的单位拢是用买的，是有永久的使用权。市府主本是答应讲，这大头会当搁转来摆大做生意，也毋过一个拆线，地主煞甲地规个围起来，所以这大头大商昨昏就出来抗议，要求市政府爱讲话算话。争权益，大商有布条抗议讲市政府拆后无插，因为单位本来伫后壁已经变空地的中都戏院旧地址1楼。3年前强拆时阵，市政府讲会当中花旧所在摆搭，即马拢无影。6万块，我讲听，迄间伊即摆徛伫遐迄间厝啦，我有甲问地主啦，问厝主啦。因当初甲菜只做伙买啊，因买5万啦，即摆呢莫讲1000万啦，300万伊买无？已经55年的中都戏院1楼是市场，袂少大商伫50年前以5-6万买永久使用权。这个介绍当年伫当地会当买新厝。2021年城中城大火烧出危老建筑公安问题，2楼戏院因为天棚甲外壁崩塌的状况，互市政府嚟做危楼强制拆除。拆除了后，警察局伫现地维设单位，按过地主煞趁机会主张大商已经无使用权，叫我们去告地主啦。可是他要来拆的时候，他是用他们的公权力。升到工会来看一看，出个共同声明，就想要拆人家的财产，这刚有道理，这刚有道理。你至少要有一个鉴定报告出来嘛。面对这个市府无鉴定报告就拆，有行政的缺失。即马敢会当伫外口做所在做生意的大商表示，当初基本中都是危楼的，都是地主，不满市政府强拆了后都无插。本府经发局提供相关补贴救济，协助摊商搬迁及安置，并依摊商意愿，优先以三民区中都街、中和街周边骑楼作为选择。市政府表示，会持续辅导大商，讲建筑当时有立刻性的危险，不过所有权人无限期拆除，唔再依法强拆。只不过大商已经对市政府提告行政疏失，一审判决会伫19宣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